馬若新歲，鴻運當頭。當你刷到呢條片，就代表你今年全年都會順遂，似春潮，事業如駿馬騰空，家宅共鳴月圓滿。但我知有啲朋友今年仲係有啲吃力，其實唔係你嘅問題，只係你仲未真正做到平衡。大家都知平衡先至係一個人最好嘅狀態，但係因為各種各樣嘅原因，搞到好多朋友喺某啲方面多咗或者少咗。咁樣各種雜事瑣事，各種人都會打亂你原本嘅節奏，令你煩惱，令你唔順。所以師傅就為你準備咗一串平衡小手串。呢串手串咧係由小紫檀木同五色瑪瑙組合而成。呢5粒唔同顏色嘅瑪瑙代表住五行平衡，圍成一圈咧就代表五行循環，生生不息。而且每一粒珠都有自己嘅作用。譬如當你覺得心煩意亂嘅時候，可以輕輕摸黑色粒珠。習俗入邊，水元素關聯冷靜同沉澱。透過接觸黑色粒珠，暗示自己好似靜水咁，平復心緒，收斂雜念，幫助注意力返歸集中。當你覺得身心疲累嘅時候，就可以摸綠色粒珠。木代表生命活力，透過接觸綠色，暗示自己喚醒活力，舒緩壓力。當你摸到呢啲天然材質嘅紋理同溫度，同時心入邊浮現出對應嘅文化現象，就係一種最直接嘅自我觀照同心理調節。佢可以令你喺紛繁嘅外界入邊即刻收神，返歸自身。有興趣嘅朋友可以點擊左下角，就見到師傅為你準備嘅小禮物啦。本間五行流轉就係基業長青嘅底氣。願呢串手串幫你納八方財氣，聚四海貴人，一生順水，富貴安康。